这山奇峰高耸入云天，这水温婉灵秀显多姿，这楼藏书浩瀚震古今，这城沧海桑田1000年。瑞安，一幅江城共融、海天相接的山水画卷，自古人杰地灵，文风鼎盛，素有东南小邹鲁之美誉，汇聚着玉海楼、石棚墓等众多名胜古迹，更是一座集山之奇秀、海之壮阔为一体的休闲旅游之都。富年拉金空，走啊民间中，红雷顶8月，正月一望风。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寨辽西，幽静清新，野趣天然，人居其里如在画境。其间碧潭银瀑，花岩叠翠，怪石峥嵘，九潭连珠。从天而降的天外飞瀑，气势磅礴的冲天瀑，不经意地传递着清幽峡谷、溪水禅、自由自在赛神仙的美妙意境，更向人们述说着美妙的千古传奇。每当春回大地，苍山吐翠，宗教圣地圣景山正以其独特宗教文化浸润着杜鹃花海的世界，此时的中华十殿更显得钟灵毓秀，同谱万亩油菜花海与同溪山水相辉映，恰似一幅国画大师得意之作。人在花中寻，犹如画中游。骑行在飞云江绿道，闲观竹海，静闻涛声；漫步于碧海郦岛，晨览朝阳，夜宿星野。让我们造访高楼乡野，体验采摘富硒杨梅的乐趣，玩转幸福谷乐园的惊险刺激，游望平阳坑激将，感悟东园中国木活字的神奇技艺，领略南山手工锁面的坠锁千尺，置身湖底山村，在君路聆听温商故事，去黄陵探访瑞安的香格里拉，来小王子农庄重拾童年的记忆，再到方庄寻觅东园6连队古法道士。我们还可以试一试激情漂流，走一走千年古道，过一过渔民生活，品一品乡间美味，住一住别致民宿。此时此刻，让我们远离城市的喧嚣，体味慢生活的自在。从小商品到大市场，瑞安这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，续写着中国经济既神奇又辉煌的记忆，正以得天独厚的山水文化、热情好客的接待礼仪，笑迎四海宾朋。